来看中经院今仔举办地缘政治的研讨会，院长林宪明是表示讲，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，用真侪手段要互产业回流美国，嘛搁会打击中国。伊是强调讲，未来10年美中的关系嘛是搁真竞争。也毋过是认为咱台湾千万都毋通认为讲家己是鸡仔尔尔，咱伫地缘政治的竞争会有真关键的角色。美中科技战持续升级。地缘政治正做国际上经济甲战略科技发展模式关键的因素，嘛对全球科技产业链产生冲击。也若咱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完整，地理位置伫咧两个强国之间，科技的发展嘛受到密切的关注。很重要的其实是制造业的能量。那美国现在因为制造业其实大部分是在亚洲，所以亚洲跟他这边合作的话，事实上就会让整个中美争霸里面把这块补起来。那相对的，中国缺乏的就是半导体这个先进的制造，所以这边其实台湾也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学者认为，台湾研发的力量真强，对科技战的发展影响是真大。不过，因为英国伫咧同一个所在生产，才阁销去全世界的模式，伫咧关税政策甲科技战的影响之下，可能会变作是以区域为单位，伫咧内部就完成制造甲销售。台湾厂的布局就要搁较谨慎。嘛有学者分析，美国按算要甲研发生产，拢迁得去英国来应对科技战。美国有些时候其实对于这些新科技的监管使用的伦理，会遵守一个比较严谨的规范。他们的态度可能是先让大家去内卷，然后找出一个应用的领域之后呢，接下来才制定他所谓的管制的行为跟办法。美中科技要持续咧竞争，双方嘛投入大量的资源伫咧新型的科技发展，包括量子科学研究、人形机器人等等。学者提醒，台湾其实嘛有相对应的优势，应该投入更较侪资源，比人早一脚步来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